終於都可以重見天日啦！你哋喺色界競技場玩遊戲，其實你哋一直都幫我收集緊遊戲能量，等我可以解除封印。你哋幾位一直以嚟喺色界競技場好落力認真咁玩遊戲，所以我先可以復活。我準備咗2萬蚊港幣。2萬蚊唔係就咁俾你哋，放馬過嚟啦！我理得你係識神定係識屎啊！嚟到5局3勝嘅第一戰，複式過3關，勝出條件同普通過3關一樣。每輪行動除咗落棋之外，可以揀覆蓋或者移動已經喺棋盤上嘅棋。棋有3個尺寸，大棋可以覆蓋細棋，雙方要一直移動棋子，直至分出勝負為止。我同吳兆軒有一個共同嘅感覺就係3場 game 我哋都一定要一個人喺入面㗎。你哋揀出2位出嚟應戰。嗱，我覺得我要出嘅，因為咧我哋係擲金幣決定公字啊嘛。邊個先？如果我哋擲輸咗嘅話，我可以扭計，然後多一次機會，希望我哋搶到第一個。OK， 你哋而家需要擲到2個3先可以換取到呢2隻棋。等佢跌咗先。幾時20粒先擲到3粒咋？做下擲。我哋開始啦。你俾我哋有仿製，我哋玩咁多集都有仿製品。不過我今次唔會用晒7粒嘅，我用力量式嘅數目都會擲色判定。喂，唔差！神玩遊戲唔需要運氣，全憑實力，有2粒力量式就夠啦。最後揀咗無色同埋扭計式。你揀色定字？色啊嘛，係嘛？色。睇下邊個先？我哋揀。等等。唔係等陣。誒係喎，只能咁啊！只能咁啊！係喎。係喎。攻！我擲嘅話，哎呀！攻啊 ！OK， 我哋先。係。我問咗 AI， 呢度收得差啲啫，我就係一格。佢嘅 AI。如果我哋呢一個中間擺喺左上角，好啊。我覺得要。真㗎？你係咪呃我㗎 ？OK。定樣。Dicers 每贏1局都可以進入獎金扭蛋環節，由出戰嘅2位抽出6位 Dicers 嘅相，放喺點數板上面。賽事完結之後，色神會擲2粒色，總點數會決定邊位 Dicer 可以拎走終極現金獎。其實抽中應該擺幾多咧？根據概率5至8係最大機會嘅。 OK，thank you 你。中意自己啊？邊個？擺2啊？唔係啊，5啊，5先，起碼整到10啊，係嘛1202，賺咗9咯，又係佢啊！我想俾你抽到啊！193。我計咗自己擺喺最大勝機會嘅。想要出嚟，想要出。又唔算。其實唔耶咯。你冇俾我抽到你一陣間。係啦。咁好睇你喎。又唔係佢自己。求下你咯，求成。我會分2000蚊俾你㗎。分2000蚊，你應該贏咗，你擺我3點先啊！第2關新宿包剪揼，雙方都會有包剪揼牌，色神會出2張牌 ，Dicers 出1張。大家開牌之後，色神會喺2隻牌入面揀走1隻，而 Dicers 就會擲色，以結果決定可以轉牌或者改變規則。3盤2勝 ，Dicers 會派邊個出戰呢？第2回合新宿包剪揼。講咩你啊，你 lucky 揀張。好，喂，冇咩睇，得，而家攞去俾你。可以。好，開啦喎，揀1張。你講咩我都會覺得好。因為你仲未知規矩係點。我知道佢出咩，佢黃色嗰張牌，拎得高咗少少。睇到。你擲到1嘅機率其實都唔係咁高。我哋使用雙色，我會使用無色。所以我見到我嘅透視眼咯。有啊有。扭計消耗埋佢。我覺得色神可能啱啱瞓醒啊，佢個人啱啱甦醒咧，個人未翻嚟啊，嗰個 Brian 未起身啊。失去無色嘅色神，因為忌諱阿寶望啲卡啊，唔知有冇用呢？因為我哋原本都預咗 Jason 再下一彎就會叉翻起嗰粒色噶啦嘛。揼紅色，揼紅色，輪到吳氏兄妹各自抽3張 Dicer 卡放喺數字板上面啦，已經出咗12張卡啦，抽嚟抽去都係嗰2個人嘅，仲有 Dicer 未出場喎。193 Jason
你哋去咗邊啊？我見到後邊嘅工作人員全部都好緊張，全部唔係啊嘛，玩3鋪就完。第3局黑色數，雙方會有煙到10嘅手牌，每輪打出1張牌鬥大，而 Joker 牌會取代數字5，點數以擲色決定。除此之外，煙可以贏到10，如果雙方出牌嘅總和等於10，由細嘅數字一方勝出。10輪之後，勝局較多嘅一方為之勝出。第3回合準備好，我哋就開始㗎啦噃。我要用我嘅力量式休息嚟 recharge 193嘅扭計式。我哋有你嘅勇氣，加埋 Jeremy 嘅大腦，一定可以贏到呢 round。唔係，我得勇氣嘅。上次我哋 suggest 佢可以陰咗佢喎。 1、2、3開好冇1、2、3。好叻啊你！佢今次可能會出奇招，陣間話你知。未喎，其實我可以問佢啊，我哋企得根可唔可以用嘅？我好中意 Jason 啱嗰個回答啊！Jeremy 問佢出呢隻好唔好啊？佢唔係答好或者唔好㗎，是但。試下，冤枉。出呢隻好唔好？其實我可以問佢啊，我哋企得根可唔可以用嘅？試下。有用㗎，本身 Jeremy 唔夠勇氣試㗎。係啊，唔夠勇氣。需要勇氣。哎呀，爭少少。連輸2局嘅 Dicers 竟然發動場外必殺技，色神用強大嘅意志力撐住，其他 Dicers 見到立即改為製造混亂，想影響色神判斷。呢啲嘢你識咩啊？唔好喐我哋喎！我第一次見人打條梯喺條頸度喎。你條梯唔係打條頸度啊？我打。你打個頭度啊？3嘅呢度。3、2、1。哇！呢個出得好好啊，咁樣哇！3、2、1。贏翻鋪先。先出呢隻。試下啦。喂，我個台詞嚟㗎。 1、2、3。Yes！ 我就知你想出大牌啊！你搏我出大牌。我哋啱個氣做得好好啊，大家。我俾 Jeremy 個氣呃咗啊！ 3、2、1。加油 Jeremy， 我哋信你。佢用 Joker。佢出10。佢好嚟啊 ！Jeremy，come on！ 3、2、1。哦嚇！捉卡同埋10打和，最多咪同佢打和。係。你俾 Jason 試下分析。同意 Jeremy 嘅講法。如果你咁你出啦，而家形勢。咁你出最後3張你玩啦。最後3張牌啦出剩 ，Jeremy 就交咗俾我去決定出邊張牌，即係我係對 Jeremy 嘅信心係非常之大嘅。好啊，權哥。權爺。鋪啫嘛，係嘛？因為呢2張牌我哋點都贏佢，佢擲到12有機會贏你。佢唔會擲到12嘅。我覺得我哋最多打和，唔會輸。咁有信心？捉卡啦，係啊。你要擲咩色啊？打和啊！依家我哋。冇啦，色神都唔一定好運嘅啫。最後呢隻牌就由 Dicer 擲色結束呢個回合啦。咁你擲？冇理由嘅，冇理由打1-1嘅。咦？如果你用力量式有冇傻啊？就好啦。雷賭神冇可能㗎，冇可能會擲到嗰啲嘢㗎。我唔識神啫你，唔通你係賭神咩？睇住你記得造星嗰時你出嚟幾有型啊？你打嗰套兒童鼓嗰時你係呢個眼神嘅咩？好啦，嚟啦，3、2、1。冇理由嘅，冇理由打1-1嘅，冇可能㗎，冇可能會擲到嗰啲嘢㗎。你係咪澳門人嚟㗎？你翻去澳門反省下先啦！立即進入第4回合。第4局大話骰，同一般嘅玩法一樣，輪流嗌骰。
不過色神每局擲色之後，可以改變其中2粒色嘅點數，但係唔可以轉做點數1。第4回合大話骰，玩3鋪嘅3盤2勝，咁就嚟噶咯佢一開始擺咗4個1，1個5。冇色，6個6，1個都冇。扭計色，扭計，喎，一定要調轉冰，睇咗先。OK， 嗱，喂，你好似冇熬喎，咁我移翻正，移翻正。咩事啊？好似咁啊，係咪？準OK。喂，你做咩 OK 啊？係啊，師兄嗰邊講大話唔係講真話。大佬，3個3，咁薄。咁薄3個3，好心虛，唔該。全部都戲嚟㗎。咁薄，扭計，冇得扭計，冇得扭啦。喂，你頭先開嚟見我，醉咗先以為自己贏低咗鋪咋嘛？好啊，你試下講真話。3個2， 4個2。佢起碼要有3粒2先贏到我哋喎。哇！你而家冇大話嘅元素喺度，我哋轉咗色。但係問佢咩咧？我哋嗌4個2啊嘛，3個2。佢嗌4個2，我嗌4個2。我哋得嚟㗎。呢場色戒大戰究竟會由 Dicers 贏到2萬蚊，定係色神可以1打6慳翻啲製作費咧？係咯，似熱水。最後一集一齊揭曉。Jason 喺每一回合都有好好嘅發揮真係空間，即係每一日拍攝都有好好嘅空間發揮。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嘅，重點係最後要估邊一個係臥底咁。其實我先係成個節目嘅最大臥底。